親愛的香港人，我係澳洲梁永康 ，speaking to you from Melbourne。班香港垃圾騙徒、傳媒記者、演員、歌手、藝人 artist 同埋佢哋蛇鼠一窩嘅人，無線商台、新城等等，幾十年不擇手段，利用同靠黐香港人捐錢，利用慈善從中取利幾十億。班垃圾咁賤格 ，one day 班垃圾騙徒要交還幾十億善款金錢俾香港人。In addition， 我移民澳洲40幾年，以前做嘅電腦工作與澳洲軍方完全無關。班香港垃圾亂咁作嘢，離晒大譜，絕對信唔過。In addition， 班香港垃圾非常陰濕，曾經喺電台暗示會喺香港周圍搞破壞，請大家小心。In the meantime, I wish you a nice day in Hong Kong。祝大家身體健康 and goodbye。